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国情今日要讲几句俗语，我拢袂晓解说。啊，你毋是解文说字才好专家？毋是啦，因为我毋知影源头。毋过这个话吼，我若无提出来讲，咱节目中无应用。我惊下辈少年家，甲我共款毋知影源头以外，连应用嘛袂晓，所以咱互相参考一下。啊，你若知影伊的来源，拜托你甲我解说啦。头一句来讲国情迄个人吼，即马电视咧讲解文说字，加减有人咧甲拍扑啊尔，甲小小问伊拢袂认的啦，当作毋捌我啦，目头足悬啦。即句话讲阿等伊吼，阿嬷袂认的阿上啊啦。相信即句社会大家拢有在听哦，这表示啥？表示时势变迁啦。啊，要安怎解说？我真正毋知。敢是讲阿上啊，较早吼幼囡仔遮细汉，结果吼慢慢抽悬180公分，足久毋捌看到阿嬷袂认的阿上啊，敢是安尼？我实在毋知，毋过这就是咧表示讲一时风使一时阵，人伊即马阿嬷袂认的阿上啊啦。搁来讲第二句中部咧流传，讲国情啊都独独的无几两吧，当作家己足敖的，实在是假敖啦。唔好看伊谈遐伫咧嚣摆啦，笑死方圆担肥的啦。意思讲哦，做迄个绕开大无效，笑死啥？笑死方圆担肥的啦。是讲到底方圆的担肥的，迄个所在方圆是出名一个足够讲笑的咧担肥笑。即句担肥，咱知影是担水肥的意思。我哪有人讲了搁较土，毋过今日我用即句话笑死方圆担肥的来代表示讲伊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哇，绕开大咧做，人会甲你笑，连担肥都甲你笑。但是为什么原因对倒来，我嘛毋知呢？搁来讲第三句，我就知影来源啊，无遮好专家啦吼。讲一句讲七样八样样了了，这咧讲财产。啊是安尼甲七样八样牵连，就是国民党拄来介管台湾的时阵，社会发生一个代志。讲来，你来我遮投资，一个月利息4分的5分的10分的，伊嘛敢互你，因为伊地下钱庄啊，钱甲你拐的，赶咧走伊走啊。七样贸易行，在迄当阵足轰动的社会事件，真正刑事局去查到即款讲骗钱的人用投资是在吸人的金钱。七样贸易行的事件产生了后，民间才有即句俗语，讲哦，你钱摕去寄人，七样八样早晚的样了了。当然，咱若讲样，就爱3点水加一个样貌的样，这字才正确。啊，就是因为有七样贸易行的事件，头前才会写海洋的洋，原因正确真正就是对遮来啦。